頂住颱風天都要去食嘅鮑魚炆鵝，到底有幾美味？嗱，睇下呢一煲鮑魚炆鵝，唔單止吸飽咗啲醬汁嘅精華，入口就係醬料同埋肉嘅完美結合。試下呢一個鮑魚，短短嘅質感，咬落去首先係感受到表皮嘅彈牙，然後係軟糯嘅內臟。嗱，鮑魚咧同埋鵝咧，唔單止食起身咧係好美味嘅，佢哋兩個仲係絕配嘅營養搭子。鮑魚咧係高蛋白、低脂肪嘅海洋珍品，富含牛磺酸啦，同埋鋅、硒，滋陰補腎，仲能夠增強免疫力。而鵝肉咧係一個營養寶庫，佢蛋白質豐富，脂肪又好低，食起嚟咧健康又美味。中醫認為佢咧係能夠補氣啦、暖胃嘅，特別適合喺冬季嘅時候食，為呢個身體咧補充能量，尤其對體虛啦、容易咳嗽嘅朋友仔係好有好處噶。又滋補又美味嘅鮑魚炆鵝，不愧為我哋廣東人嘅心頭好。嗱，天快涼啦，快啲約埋你嘅屋企人同埋朋友仔一齊嚟試下啦！今時今日保命要緊啊，保持營養均衡，疾病拜拜。記得點讚同埋轉發俾你嘅屋企人喎。